如果你係揸香港身份證打算嚟深圳創業嘅話，咁呢條視頻一定要睇完啦，錯過分分鐘損失幾百萬。咁而家港澳青年咧喺深圳前海開公司，只要你符合呢幾個條件，香港或者澳門永居身份，45歲以下就可以申請各種嘅創業補貼同埋獎金啦。咁最吸引人嘅咧就係1比1嘅獎金計劃。咁如果你攞咗香港政府嘅補貼，例如 BUD、TVP 呢啲，咁前海政府會按照1比1嘅呢個比例咧俾翻補貼俾你，即係話香港政府補貼幾錢俾你，前海政府就俾翻幾錢俾你，最高係可以俾到100萬㗎。第二個咧就係個人嘅就業補貼，根據學歷，香港或者澳門45歲以下嘅青年喺前海公司就業，每人每年最高係可以獲得18萬嘅學位補貼㗎，連續可以攞3年，仲有每人每年5.4萬嘅生活補貼同埋3.6萬嘅居住補貼，真係好多㗎。咁另外就係公司嘅租金補貼，港資公司喺前海租辦公室咧，每年最高係可以有90萬嘅租金補貼㗎。除此之外，仲有貼息扶持、大賽獎勵、初創補貼、帶動就業崗位補貼等等啦。咁如果你都想了解香港人喺內地嘅其他隱藏福利，記得關注我啦。